哎呀，各位聽眾，你人好無？這禮拜我人有，嗰只只濟人喺度，嗰時格達布魯嘅坐一幾電嘅朋友嚟，頂當只濟人，點解格達布魯坐一幾電嘅朋友嚟？佢啲立場有啲啊，格達布魯立場有啲格達布魯立場，這禮拜佢只物件，佢只物件，佢有這個頭一個。是我袂記啊，頭一個是辣檳榔辣沙，檳榔辣沙來，該歡迎檳榔辣沙來，該各位講一聲 hello。你講面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檳榔辣沙。啊，真胖哦！然後個有這個死我未記啊老啊個這個是，等，唔係講好我笑，茶記，來茶記，歡迎，茶記你講到笑甲刀啊！茶記你幾鳥？茶記只山咧嚇，用特別用鳥錢。我見白鳥的啦。แล้วก็ชากี้ก็ตัวจะได้เป็นอิว嚟叫做สุจินสุจินถ้าสิขี้啊可以冰翻了我叫茶記我看茶一定叫茶กี้我看到冇一個笑話甲亂講你真係是哎呀死隻歹勢哦茶กี้也冇好意思但是這隻咧茶กี้拍到加撈落去，你講位啊，加撈落去，主要嘢變咗咩？係啊，一隻茶幾加撈落水變咗咩？講埋。你估計啊？屌！厲害！即係你名自己驚嘅嚇，唔係我驚嘅嚇。就馬賽克啲，別使講。我呢個有嘟了。鋪嘟啊！來 ，OK，但今即係我準備說，你這朋友嚟，啷個啦？到底邊嚟嚇？我特登對嚟邊嚟，我做嘅就你嘛請我嘅朋友嘅啦，病嚟見面。哦，你把嚟見面嚟落邊嚟學見人哋接駁。這個普吉不是茶記加茶記加檳榔辣沙加數字冇咪捌聽，我捌聽過淡薄係冇咪聽，即陣真係聽袂啊。同叫咱嚟冇腔會樣啫，當那是頭一擺聽，人在外誒面上啱咪哦。咪咕。嚇，就甲他不如按照白羊講啊。嚇？白羊講。哦，就是講米菇，係咧是就是個浪蛋，那是愛食米菇啦，浪kiếm特別撚佢就係夾咩？米菇去到邊啊？是邊咧萬山道係咪啊？是邊咧萬山門係咪啊？你暑假是咁大對面還是勁咁單對面西岸公司嘅邊嘛？而家是我嘅公司，有個西岸公司，我嘅公司嚟。驚去入邊度探俾米菇，係咯米菇昂咯對，嚇對我愛我做米菇昂。你嚟同佢哋嚟烘梅樣，這幾那裡查某鬼，誒，這波波學堂嘅查某鬼。我覺得是上學堂嘅咯，上學堂嘅，上年啊。上年。阿蘇진呢？阿蘇진冇上年啊，蘇진幾回？交辦會啊！哦，教蘇진教人辦會咧。特別蘇진唔是教人上學堂啦。冇上學堂。蘇진冇上學堂，蘇진 because 樣嘅波波學堂是干那查某讀呢。哦，係咯。杜輝你讀你波波蘇진學堂啦嚇，杜輝讀。然後嚟，變咗數錢咯。然後嚟就後面咪甲我講，即個類波波學堂嘅。我嘅學堂特別是因為我啲幼稚園讀嘅去中學。幼稚班。幼稚班啊，對，特別記。幼稚班一學
小學、中學，咁樣啲上一間學堂。哦，下對，還沒上哦，對。然後三開本是阿番的哦，啲小學甲中學本上一間學堂哦，啊，細漢就捌啦咯。是真的吧啦。幾年啊，攏捌嘛，這幾年咯，當然隨起來。18年，哇！我一回吧，到18歲，一回捌甲18歲。哦，我那達人嘛就買車當然，達人嘛就買車咯當然。搞人18歲。是因為我 order 車個講我18歲。哦，啊無就講到38咯嗬。我38歲啊，買買。你幾歲？哇，我32歲。你不要問我，真係問別個答不รู้，你我都聽得รู้。伊講你36歲啊，John。我36歲啊，立รู้。唔是36歲，32歲。30歲，大人幾年？大人，我真幾年都大人。這啦，我都想話4歲，4歲。4歲個嘅啦，bonus 啊，你自己成日去你家媽邊物件，睇自己攤送米都掂。下來個咪等個咪個，叫人講啊，啷上班冇上班？有時上班，有時冇上班咯。我自己厲害啦，我是笨蛋，我是都讀教唔會班啦。冇爽咯，冇爽。所以可能我差不多白白讀冊啦，啲上一個學堂有14年啊。14年啊14年，特別有時上班，有時冇上班咯。啊，看心情。佢心情需要啦，係心情好嘛，過嚟讀冊，我嘛上班咯。啊，這是一咧，這是你是垃圾嚇，茶記這是點去茶記嚇，茶記。佔了水未起來。哎呀，茶記實點機，變咗點機，真冇譜去。Actually，特登我記得你講真濟人誒，但我講今後我甲愈來愈少人咯，因為真濟教因了啊。哪來哪老啊？有驚，係咯。有驚都艱苦啊！是哦，咱濟人歹講話，所以特登我同佢做細gathering 咯，3人4人。你使講 gathering，gathering 學緊我叫咩啊？啊，未曉唔？見面會嚇？見面會啊？見面會咯，見面。斷語。Anh mới boss sẽ à lông. 被 boss 先生咯。個講到對，我第一個講到對我學堂嘅事咯。嚇？講咩啊？Thằng này có nhiều. 學堂嘅事，學堂有幾哦？學堂有幾哦？哦，係講先生。先生。啊，你使每樣嘅，maybe 我講嘅無夠濟咯。咱嘅學堂嘅幾個數啊？地下室誒會有。我想咯，地下室不是。地下室誒toilet，我冇賭過啊。Lu một giải luôn. 佢講佢是地下室。地下室咯，係你 toilet 咯。我捌聽過那本啊，我唔知佢真實伊。等陣我想起一個故事，啊，本是幾故事哦？你嚟講哦。講淡薄啊。因為我吼放課時有一個查某吼，伊甲落學堂嘅查甫行咯。哦，裝嘟。你知啊？伊查甫真好料，伊早起早吼做迄個 sandwich 啊，佇學堂外口等伊嘅咋。哇，我本愛。佢落學堂嘅，愛去落學堂，特別規劃學堂嘛，咁大單做工啊。嚇。除非你行咧山頂咯，白雲山咯啊。規劃學堂。所以查某也甲7點半過來學堂嘛，咧伊換坐摩托行駛去7點就佇我學堂頭前等了咋。哇！我大早起看到係啲查某嘅，啊，無應該看到嘅查某咋。係咪無應該看到查某？佇我學堂，佇我學堂外口嘅目山咯。有咩？有。誰我冇聽過喲。係咪伊是哦，你班係咪無應該看到查某？係咪是無應該看到查某？伊查某死嘅咩？
哈，我唔是伊個 friend，伊個 friend 袂教我。哦啊！伊當地人是早起本看到一個查甫個就，哦，伊查甫好青，特別伊本是迄個黃黃的影就。干那伊看到嗱啦，干那迄個啊，迄個落地嘅大波看到。啊，都是sorry，伊個 friend 是黃吧？啊，唔是。誒，但早起看到無驚咩？啊？無驚啊伊。伊驚，特別伊靠查某嘛，伊無懷疑着，但係早起等伊行上去。哦，安尼會咯，那樣若是伊查某無驚吼，伊咧即是有影了掉啊。是咯，伊趁袂着咧查某本。趁袂着啊？來，互我電話。如果上一個月啊，伊會落地。互我電話，我甲白只。放貨嘅事。頂到隻小樣拍拖嘅事。係咯，裝小塊。拍拖是係咪鬼咁做嘅？有嘢拍拖。誒，我係咪拍拖嘅故事？誒，未有啊喂，誒我未錄夾達布魯，夾達布魯夾立場係啊，夾達布魯夾立場誒，八節那個人啊，即啊，八節嘅落啦你，八節那個落嚇，八節那個落愛情故事。唔係啦，佢識計聽講愛情故事咩？冇啊，我愛白，我係故事，愛白哦。五科。安尼貴咩？那唔是愛情故事，唔是無價直播咩？啊？無價直播，唔是直播啊，直播。嚟，講到對迄個鋪，講到對迄個還珠可能珠。你啊？我呢個人珠講咩？可能珠講咩？師生戀，美平。哎呦，講嚟描出來，講嚟描出來。你跟人講我冇學長，我沒有學姐。都攞嚟嘟。教你排球嘅教練。我有真濟，我等內邊嘅愛情故事愛聽。嚇愛。我有一個同學吼，我放幾時啊？伊 boyfriend accident 死嘅。哎呦。remove 你啊，落嘅聲啊！我過幾請了我寫官嚟去學啊！哎呦！我係記講，真出名我哋學長伯伯好似阿龍師嘅。哦，有時我去前面是唔是講到啲？是唔是到啲？我知，是唔是講到啲？係你 direction 啊！我知。計幾年啊！我計我隻朋友大學兵嘛，我朋友響貴嘅老師大學兵嘛。我咪我有看到個噴到個，噴到咩？我噴到我物件咯。誒，其中一件就是我嘅好朋友嘅 boyfriend 咯。哦，即哦，我記。我一朋友睇下當做老官咧嘛，當佢伊特啲伊唔使事，迄個啊成長係咪骨頭佢啊？哦。嗯。因真 active 啊！伊是讓學堂地出名嘅學長啊嘛，老 Ken。哦，好啦。哎呦，驚啦！教嘅嘛。哦，他一年哦，兩小時了完個了計到呢。啊。你有個成日當然極點乜㗎啦，人去考當然。都唔夠嘅啦，你一年啊。哦，你就冇夠型嘅。嗯。咪講係考嘅告訴啦。考閃靚告訴。講先生就真好笑，講先生。我食先生真好笑。我特登是只姐啦，先生告訴。我有一個查某先生吼，伊逐代志去教冊愛夾一個咁樣小水殼。有影，大波是查某。因為伊莫濟人濟過教伊啊。哦。冇啦，有可能是啥物？嗱，各位聽眾，伊人講小水殼啊，唔是小水殼。
小水壳内面有可能，水殼，伊小水殼、冷殼、冷殼，伊唔唔講是你是生卡吹生地窗啦，可能我懷疑本咯。哇啦，啊是已經十幾年，會幫配啊，較硬幫。十幾年乜嘢？就你冷殼咧。但係有可能伊地窗是英文的地窗。本來冇一除。我啦不看女啦，不看女啦，我即等佢舊依個咧是茶係嘛？有。哦，可能咯，可能咯。驚一路卡吹嘅茶婆啦。驚茶都卡出嚟。不記。個阿咪先生個。老師啊，伊啲嘅同我嚟。哦。了。嗯。伊唔知有蝦米病，所以伊有。Maybe 有 cancer 係啊。伊唔知。Maybe 咯，伊所以就達到啲嘅項目嘅咋。啊。然後佢哋學生啲潮熱嘅項目咯。咱只學生只職涯嘅嗬。如果佢係參苗。是，我唔知運動會嘛嚟運動會。運動會。啊，運動會播嚟練習嘅時。哈。有冇聽你啲？一間同學。佢妹我係先生，因為佢只是伊會頭毛甲底啊，伊頭見妹伊會先生，你見啲假頭毛嚟啊！我覺得人全嘅老師呢？嚇你話是一甲底嘛？你頭見妹先生，你假頭毛見住後邊覺得人笑啊，都唔敢笑。我過期望學畢業嘅時候直接個，佢哋人落來學啥？唔知佚佗啥 elephant dance 嗰啲物件啊！叫伊頭毛規日愛落去啊！我真見，我是真見伊啊！我上嘅時啲也會殺伊啊！哇！搞個刀哦，搞個刀哦！好了，我識㗎。這是茶記，是垃圾，這是檳榔垃圾呀！檳榔垃圾呀，好了。掂。手機真貴。手機咧掂一貴。手機唔敢做下面貴，伊是我嘅學長。了這注意啊！阿咪我冇聽到，冇落到，等我講明。伊互我注意，然後我去做。哦。你嚟做啊？伊是頭啦，伊是頭腦啦。伊是我班學一間嘅學長嚟。會打人。應該我嘅班是第好嘅班，呢個第排嘅嘛。哦，特別咁樣出來，安尼成功。是哦。了啊，這裡，你現在是查甫是查某來？查某。哦。頂當我聽過，啊頂時我嘛，吉達布魯加環州，啊不是吉達布魯加立場啦，我冇聽過迄個。我頂到去本人嘅頭毛，我告訴我冇聽過啊。哦啦，係你 mannequin 啊。哈，佢咧3毛錢2毛錢嚟。咱若是冇聽過咧，都對去聽。個係咪先生個？我先生有來人經。來人經啊！喺頭毛成日曬呢旁。真啊！伊佢啲班叫我唱歌去聽啊。Oh yeah！你叫我拍我啲近點第名嘅時，伊佢啲一班都叫我唱夢醒時分。夢醒時分。我在都第幾邊班拍佢哋滅樂班。我有一班有一個先生嗬，正樂起行甲未打，反正正樂班一空。哇！查某嚟啊！一禮拜內面講下嘅係數哦。哦，正樂班啊！你講我聽就是正樂班，伊讓學生起航做一小起航，打波是查某打波來啦。伊家己只起，伊家己有數啊啦，只起航啊，一班來佫甲起航哦。所以袂輪啊，所以。這是上次看你唱歌嘅先生。唔是，而家是打波啦。哦，化名叫咩？伊無化名，我叫伊阿刀。阿刀啦。我搞你阿刀差唔多隻。日本刀。
哦，日本刀。佢啲日本堆嚟加齊啊嘛。哦，你咪成日講日本人話咯。係啊，佢只單呢啲日本來搞啊咯。落搞，但日本比較大啲邊。你冇看到鬼啊？正住嚇？你冇看到鬼啊？日本人。冇。那等有日本人病嘅告訴我。冇啦，成四咩事？啊對。成都邊啊？成都咩嘅字？係哦。撞到咯。是誒？嚇，你冇聽過咩？日本兵嘅告訴我。哦，你再往嘅一啲撞到頭前曉，我唔知你捌去過啦。一撞樓卡，伊個撞樓，嘿嘿，一撞樓卡嘛是，一時正樓卡，伊個往隻大門一隻只去是有一啲行嘛。你行後有啥有全部寫字，成個是紀念，講佢哋人死咧啊，頂到是啊，這是第二世界大戰嘅時啊，人死嘅寫，伊寫唔知刻名後邊嘅是啊，生嘅名刻到啲表嘅嘛。呢時我聽過人講啦。伊講早起時啊，毋是有咧學生就早起啊，邊個人去上個開班啊，咩物件咧？去做 practice 物件。你去咧，到底無去咧禮拜每個砍掉，毋是禮拜係講款咧，安尼 X 每啊，伊砍掉。你看，伊可以到邊行嘛？慢等就行去頭前看，早起啦後天我過，你看到伊行啦面頭有規定咧，像日本那邊嘅到邊炒冰過呢。哦，東都那邊啊，伊到底啊，中都那邊伊個鏡會看到，是正樓下底有一個鏡嘛。唔知我唔知有影無影，特別我遮幾年啊，迄個鬼故事是一個遮傳遮幾代嘅啊。可能條梅威巴咯。啊，你梅威巴還好喎，啊點無咧估啦。你就係日本兵住隻菇嘛？特別是日本兵是隻股，特別是日本兵就是頂到都是特別你八門啦，唔知有喎。你是頂到日本兵時都無想，即是無日本兵嘅，即貴啊 modern 咧，當然個無定嘅個有看到日本兵。冇幾長，大把乜貴嗰邊我冇咪敢看一件誒。下邊每陣下邊我嘅禮燈樓頂有一間站板嘛是冇咩人去嘅呀。有時頂到時我聽到人講人家即其實看到一查某在邊跑，伊見到一個鏡頭哦。耶！有人看到啊？啊，有人看到啦。你頭頭是聽得好呢，而家頭頭聽到聲呢，你聽到只氣慘嘅聲。你只氣慘嘅。OK， 咪講鬼啊件，嚟講別行，講咩？人canteen有乜物件好料物件？ canteen 啊，有物件好。福建麵哦，福建麵啊！嗱canteen 嘅價錢是幾特別隻？7萬。哇！那貴啊！啷後生啊！我有雷人哇！我有雷人。我聽過食，我講聽有我食我喂啊，即個病毒誒小學時，我食嘅物件是3撥嘅。那是我食好，我垃圾食好嘅時就食4撥咯。咱檢查14年咯，類似3。我成日介紹我小學，因為我家中學小學嗬公司一個canteen嘅嘛。啊！食物件本是5撥7撥，佢哋小學本是買5撥7撥嘅。哇！積壓咯，見啦。佢哋canteen頭家就有鐳嘅，佢只換多頂下來哦。伊紅珊珊伊無肥肥。係冇食個料嚟啊！18號係樣子，18號咯。誒，素錦啊，素錦。素錦啊。什麼代志？好了，素錦你會當啊誒canteen你間食咩干啥物？手機哦。啊，間食手機啊，頂到就食手機食個東西嘛。一隻斷整。斷整啊！誒，搞到小燈。哦，長頓。你
你見人嘅個口，人嘅個邊一邊有一單未炒米粉嘅單。炒米粉。咱啊等個口嘅你大門邊有一間厝嘅嘛，厝嗰邊有被炒米粉嘅，一直單。啊哈，你捌食哦？啊，較勁嘅啲。你捌食啦？嗱，呢度真係用喙嘅。啊，只要是用喙嘅手指，那邊隻手咧掃起來嘅咧。你捌食？你捌搭班食哦？你捌搭班去掃米粉啊？多班啊！有條豆俾有條你對手。你捌搭班去掃？有啊。用嘟嘅囡仔甲做。我唔捌掃，我唔捌冰佢冰哦。我驚，我就忌寶啊嘛，定當時。我朋友啦，佢兩個啲冰。未使買啊？會使買，特別你袂使掃啊，一半，你要睇你 geography 食的時候，邊你個朋友。แล้ว你จองตุ๊ดลำบินในแคนทีนรู้สึกจะมีอาร์สุจิน差喵咪咯，差別後面後尾打下，啊點會打？你買你貴嘢有係貴嘢係咁款，有啊，你自家知啊？貴塊我未記，我係記我是哎呦我啲貴一貴我係記，點解細漢時？靠貴啊！靠半下。真係貴啊！如果講價貴，冇這都會計時，這冇想。誒，特別冇啦，亂講嘅事。你講嘅事是，你講你七八嘅事，你是中學啊嘛，係啊？啊是小學，啊亂是中學啦。我是講我三八嘅事，我是小學呢，是真比唔對。中學貴咩？啊，中學貴啊嘛，行政。你是中學，你是個只後尾嚟炒，誒，你只中學我是個只咩？等我想下，我冇咩去近點食嘅，我是個。那個咩去近點食？打包。我唔是，我食米菇吧，食米菇。那個食米菇咯，外面嘅米菇啊，我才見食米菇，就安怎見食米菇？米菇那是你吹一下，你其實佢點下吹一下，因為是係菇油過落去，剁搞嘅，過落去係咬真係好食，哎呀！我見過啦。一個個有那是你冇嘢，你是在อุ่น嚟煎，那麼就好食嘅，家庭個看。你叫我對起是話麻煎我食好了咯。แล้วหลวงกินบ่อนจะมีกูอ๋อ當然我是我食家己哦。我搞到人做波就是我翕相喺度看都見。你家己做啊？你家己做米菇啊？樣嘅嘛，是講雞係疼嘅嘛？我想個老爹呢哦，他做包呢。啊，冇。做包啦。啊，差不多成包安啦。炸雞你咪話做嘅嘛？啊，你好啊，你即個你食破。菜多是 menu 唔對。了即個我冇等陣，我會問即個數錢啫。數錢你會第一會記嘅先生是到幾間畫面？我看到你年代嘅話，年代冇咩想啊。冇想。啊，你先生James Bond 我知喎。4年啦。我一段都4年。That means 你即個你讀 remove 哦。有啊。你讀 remove 是我讀幾歲啊？是 remove from 1 from 2 from 3 from 3啊咯？誒有啊 ，maybe 有。你小學，你個真可愛，啥米菇驚呢？玲瓏包，真係小籠包。小籠包。แล้ว即係你定估對校長名未？唔是未使講名未？未使講名。你使講咩？未使。我都想過。搞我想啊！你點解唔是換咩？就是唔是換校長啊？未記咪講小敏感啊！這物件，你即想呢邊。你都成
唔多想阿咪。嚇，搞我差唔多成個仔就好啊。Nice。你到底你去學堂，按照去學堂，你打敗去是坐巴士過啦，是咪？或者係什麼？行咯。坐巴士。我坐巴士幾號？我搭架車。我坐巴士搭架車都大啖嘅咩？我記 meeting 時啊，你夾細下個。meeting 開會。開會。你講學堂只係人搭架車去學堂嘅哦，伊架車啲大門一搭擺架去學堂內面啊。嚇，對。嗯。我未啦，是我搭架車，我搭架死，我等你冇我搭架去咩？我坐 helicopter 去嘅。準白布啊！人有人打都未有啊！意思講，你咪顧驚唄。你估驚未打？咪個驚未搭去嘅永糯米去超酸去。你叫朋友談大單就冇搭車去撞斷咧。搭架車去撞斷？係啦。哇！啲司機卡誒搭，司機卡這個嘢搭。大家呢會，但做冇我搭架車去乜咧？大家愛，我哋要一點鐘。我搭所以咪菇，你搭就冇咪菇啊嘛。我卡冇啥咪菇啊，邊啥咪菇呢？你卡上杜卡。我卡下杜卡，對。我真。John, actually 你好嘛？你愛食下面不得食佢。Hello，對。哎呀，哎呀，當咪去食卡，可能咪食杜卡錯。去食面咧，可能咪食咪菇。佢食這物件過，咪講啦正。臘腸啊，係咪啊？你撞到嚟講邊個？撞對怪講咩個？你頂多講我聽你確你啊，安怎講？卡我你活動係咪？佢話活動，聽唔懂啊！聽唔懂啊！你睇個活動係咪？你慘咩？你係冇叫，你有冇叫佢啊？飛到邊啊？真係，你慘咩活動？活動。跟我哋都講啦，神裝嗰隻。成咗咯。叫上去。嚇！我叫上去。叫上去。頂到叫上去我啊，即我幫我裝句一刀，แล้ว馬精我就見馬精嘅嘛，但係拜六嘅時就去馬精一線啦，打落去咧，我頭擺時間啦，去馬精時，炒波，去打冰炒冰波，有時你去隔看到日本啊幾一件唔敢炒啊，冇，我是，就是早起就早起咯，就早起去炒冰嘅時個頭，你時個就睇日本車咧，阿咪阿人皮康老回事啊，有咪個頭。查啲皮康嘅，那時，我講我聽，就咩件啦？你真係這死我差唔多9點時啊！你查某嚟過嘅時，你米花，你真係一種嘅事叫做 tampon 嘅時一支咧，你知啊？我用下邊啊！一支嘅我聽人講一邊啊，但是你讓皮康老去是未，只是你使插一支去皮康嘅。那應該是用嘅咯。呀，不是講像我老官講嘅呀。你入去啊？我查過，我是翕小影嘅，我不是。我唔知個有嘅就小影。你就等我前期嘅啦，唔是前期，是前期嘅冇人用過嘅。人用過我都冇用嘅。但我再講棉花堅嘅嚇。講嘢嘛？但我嗰時講咩？嗱，邊啲垃圾架手機嘛，佢啲炒波嘅。
哦，哈，咁我得見茶包就是，然後茶包線那個做咁樣死流佢先古怪，那時我買茶嘛，後尾時我茶咪覺得冇流怪嘅物件，特別係變味菇。所以你會叫人哦，你都真是流血。我叫人嗱，嚇我係哦，我去個人智慧呢，我去個人智慧嘅，你咪話叫天皮康。我剛聽一擺棉花見告訴我一個另外一個，我自己我爸不是只怪姑啊，爸爸，自己是哦，因為是你在往時咱有人點一個 sample 來人來厝的啊，伊按家來點棉花點在來厝，我爸就早起家來好哇，那這個我這裡變得 butter 我 jam 叫我講小時樓梯啊，一條地衝掉啊，你講，他咪嘅？你學你八片啊 ？Hello， 學我八片咯，冇食過，冇食，鹹啊！你啷個係咪唔夾講啊？尾前唔夾人差唔多9點聲，我係咪特別嘅物件啷嘅？你個人煮啊，等佢講嘅，還是即係撞斷啊？等佢講物件。臘腸咧，臘腸我未叫你咩等咧，我未叫你咩等啊嘛。撞斷本咯，我撞斷。冇咁多聲，冇咁多聲。用嘟，用嘟啊，青炒行喺邊嘅啊？用嘟有青炒行嘅咩？係咪？讓你我等落來都是一樣。啊，唔是用嘟啦，嘟花呀。他比本拍甲亂的咯。阿咪，他拿基本拍甲。你是阿咪，你是素金呀？冇啦。啊是還是佢咧呀？嘟花呀？講住最用嘟。用嘟啊，你是青炒行嚟為意。臘腸，嘟花呀？臘腸是嘟花。啊！嘟花啦！誒是是，定到時啊，即拍讀用嘟嘅人係只後練嘅哦。是咩？冇咩？中嘟㗎，中嘟感覺中嘟後練啊，中嘟感覺中嘟後練。中嘟嚇，咁樣後練嘅嗱，冇話講後練嗱，阿莫等嗰個後練啦。啊，你明講？我冇嘟。你各位聽講啊，如果是阿莫等嘅啊，有幾年阿莫等嘅啊，希望意見拗一點。我聽後咧。係咯。棉花糖。你即後年嗬，定到阿莫斜嘅人，即看未起啦，等人斜人嘅啦，我人去報時為時啊，做個死人款嘅。Now I English speak a very good one now. I English speak a deep. You also no understand you. 了你潮就到。他咪嘅？以後日本冇講都潮啊，就我估嘢嘛，你講地面打係都潮咧。啊，日本鬼大啲嗰陣時。咪講見啊！大家嚟試，吹。問下我特別我正早起兩下俾阿妹兩時淡薄啊，兩塊隻啲廚師客廳啊，問看自己阿妹驚嘅。花車是阿妹驚看隻是驚隻人。我班下夾位見啊！你個話咩？後面阿妹我未講。咁咩講？啊，等我未講。我茶記講一個告訴。就機會告訴講啊。講你做啊，往幾班內邊，你跟哪一個學長啊？你係咪還是你係咪感覺？感想？嗯。我今日有談佚佗，跟你笑，你玩佚佗。我咪是佚佗啊！你是知道？你是唔是條青鵝官？無啦，我是鬼打男係嘛？哦，對，鬼打男對。
对，老是鬼打篮来对，厉害厉害，好笑好似鬼打篮的啊！我知啊，即个我的啊无病毒，嗰是乌鸦嘛，病毒对。啊对。病毒是乌鸦，拢是鬼打篮啦。哦啊。是嘛？是乌鸦嘛对。对。喂，叉鸡啊，叉鸡，你见食咩？叉鸡无食的哈？叉鸡食头粉的哈？食小姐，我咧食小姐跟那山，是那只那。我不爱了呢，那只那山，我同边边我变你骨了咯。变你骨，你骨，你骨你食嘛？我是咁食，我特晚咪食了我买呢。诶，你骨嚟，头一 boyfriend 就是到中澳八咧。唔是。来，咱咪讲这数字，你告诉啦，咱个头一 boyfriend 到嚟八。到多八啊？啊，到小澳咧，中澳咧，还是大澳咧？外口。外口啊，虾米外口？大门外口啊？哦，等外口得一格。所以我等来面本啊，成嘟嘢啊！我真去把莫使。因為佢打籃球咧，佢嘅塔冇使。我想到我紅色小我哦，即係我嘅朋友，今日當見教咗傳播咧啊！阮是撞嘟過去迄個 MB 嘟嚟嘅，是拔掉嘅，也是傳教型咯。真正哦，because 咧讀咧搭薄燈嘛，搭薄燈嘅แล้ว那是你是跌嘅啦，那是你是歪嘅冇成，那是你是跌嘅咧，都冇人拔嘛，拔咧去教你，哇！佢就集我試過嘅แล้ว咯。想衝動啊！即使衝動錯嘅幾難噃？通通做錯事嘅咧嘛？做錯事啫啦，อันจะ快晒到哪嚟哪度啊？一看，嗰一隻鬼子就是一個聽到，我都好了，食佢節。頂到時啊，讀紅色嘅時候講聽就線你就，我班你就冇覺得就驚領嘅咋，因為就做你就唔知咩事啊，你要背嘅時候，嗰時就做啊，睇就傾嘅時候，哎呀 ，call 俾 call，冚紅線啊，你啊，哇，咗咁未當啊，留佢先佢講叫冚紅線，我是嚇冚紅線哦。一個小啫。我明嘅。我等我整個 teacher 嗬，伊講啊，呢個要sejak you tak mandi pagi。mandi pagi 咪是hangat。錄啥錄？誒，你 form 6係咩啊 ？classroom 啊，冇 aircon 嘅咩？菜大家嚟是冇嘅。但係aircon冇aircon。唔是講特你特你班有 aircon， tapi 有你班有 aircon 咯。我成日去 bio school bio class。哇！你是form 6是不是讀這個啊？即係人住啊？成都嘛？哦嚇，對！哇！800棟，你厲害咯！我冇誒，係咪鬼都冇？我嗱是早起啊開航線，嗰條開幾點鐘人啊攰嘅時就被冚喺下波。嚇？唔是，講唔對，你早起未使開咧，下波是嘅使開。下波是做嘛？OK，咪講就等咗40幾分鐘啊，可能你啊，出來。拜拜。各位聽眾，感謝攏嘅收聽啦，感謝這個普吉啊，不，這茶吉冇講到嘅。蘇錦有講到，蘇錦教真正教，佢蝦米代志佢同我講，撞嘟嘅啊，按照冇是較教嘅啦嚇。有時個立場啦，個大布魯出來規定嘅朋友來這裡變成垃圾個茶記個冇講個譜。OK，感謝，拜。